原住民族委员会伫2018年伫南岛论坛来演出阿美族基比部落勇士舞，因为无部落的授权族人是认为侵害到因的智力财权，所以提起国赔诉讼。也毋过官司一直审拢败诉，上诉到最高法院嘛方驳回。族人是强调讲，因会来争取到底，嘛无排除申请实现。诉讼6年外，基比部落勇士舞侵权案伫5月29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互基比部落族人拢硬气，无法度认同法官认为，若是重大活动，各有文化推广性，都应免摕到授权擅自使用。那个公共利益是谁的公共利益？你现在已经是在剽窃、盗用，甚至于说出卖部落的权益。我觉得我们是被背叛了。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造保护条例伫2015年施行，法院最尾向基比部落勇士部伫旧年4月申请通过，摕到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造专用权。不过2018年，原民会伫南岛论坛无经授权，就表现基比部落勇士部，基比部落就告原民会等单位侵权，佮要求国赔。听起来是觉得蛮遗憾的，有一些法条的事情，如果能够有更多原民观点的，或者说原民文化的观点的思考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啦。原民会表示尊重司法判决，强调这场诉讼是主管机关甲部落拢上诉，望因和解。新美部落发的这些声明，其实我们都有把它列入未来修法的一个方向。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96年到现在也才修过一次，而且修的并不是其他的规定，所以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要去做调整。基比部落族人强调会抗争到底，会展开民间倡议以外，也无排除申请实现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